来，下来。啊，是讲七牛马是搭一个神尊哈？咱这七牛马是总共有7尊。哦，7尊啊！我了这几尊是和这七牛马，7尊所以咱这七牛马的庙宇哦，较少，较特殊，所以叫的。七牛马是七个姊妹，哦，七姐妹，哦，七仙路，哦，七仙路哦。这拢是较早的迄个传统迄个供本啊，一部迄个古早，即嘛拢无人咧，够加油咧。嘿，啊，不咱这拢这是拢人一寡迄个信徒。哦，即马新的啦。啊，这大这七马，这内底是拢安怎分？因为各职所迄个个人一个职务，我有做功课。有影来，你讲听看卖。考试哦，你听看卖哦。哦，大马风调雨顺，二马就是合家平安，三马甲四马是囡仔保庇到大汉。囡仔是4马到5马吧？无，三马甲四马。三马甲四马。迄个好有趣啊，好有趣嘛，三马四马。阮遮拢会，人啊囡仔出世哦，拢会来遮做吼七牛马做客囝，拢会来写一张客书，拢放内底。哦。啊，等来伊到16岁时阵哦，伊才会来客出啊，就跟成年礼的意思安尼咧。我讲的是几马？你叫我讲到5马。5马是事业甲学业，蓝马就是身体健康对吧？身体健康。啊，7马哦，你免讲，大家拢知。是吗？阴缘。哎呦，你厉害！大家拢记7马，因为7马就是咱的迄个牛郎织女哦，你是织女哦。对。哦，织女所以7月初7啦，啊，这有定人来遮求姻缘。有哦。七牛马你话也要顾，恁也要。哎，其实足方便嘞，七牛马啥物拢包办嘞。系啊。所以来遮摆拢，你要求啥拢有啥。啊，所以我讲有看你后壁你这是油灯的哦。这7千点，咱这七牛马哦，伊有7尊嘛。7尊哦，7千点。啊，为什么一直爱点嘞？啊，这就是因为阮咧劳力啊，有这个降价讲爱点西餐。这个有机心吗？有啊。哦，有机心。劳力的时阵。劳力的时阵。哦。我有听讲恁遮个有咧抛绣球。有，阮遮每一年的这个7月初7，圣诞节前，阮拢会7月初6，拢会举办这未婚男女抛绣球或是配对这样。我想讲，捌有人就这样就真正结婚了。有啊。哦，好神奇哦！有缘千里来相会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今年嘛差不多7月，我咧7月初要举办。7月啊，我现在再甲你报名者。我去外口讲话，所以我去外口讲话啊。